来关心香港大埔红河湾社区导火状况，火是炭烧超过1日。香港政府伫早起9点开始来进行小规模的扑破，开始一户一户去找个调伫厝内的民众。这场香港80天来上严重的火灾，已经造成94个人不幸过往，70外个人受伤，阁有未少人失踪。倒出民众实行暂时住伫附近的商场、学校、甲临时的庇护中心。香港的市民嘛捐钱捐物资，望讲会当来帮助这些灾民渡过这个难关。破火行动虽然已经第2项完成，不过不时也看到大楼庆烟出来。香港大埔红河湾大火炭烧超过1天，消防处讲破坏灭火工作已经要完成。所落来重点是入去接档受灾大楼的每一站每一户，确定敢阁有受伤的人或者是尸体无出来。为了要减少结果风险，和搜救人员加搜救狗会当赶紧入去。工程人员28透早开始，用受控制爆破的方式，一户一户甲门壁甲门厅攻破，赶伫黄金时间内看敢找到人。不过半载拢是尸体，有消防员身體無爽快。希望仲可以救得多啲人出嚟啦，係啊，係咯。咁其實都盡咗力㗎啦，我覺得係啊，消防員都做咗好多嘢，咁都係咯。咁即係呢啲咁大嘅災難都冇乜嘢可以講咯，其實係即係大家都唔想。大火發生了，附近的大樓居民趕緊撤離，有人住伫咧社區中心甲學校，也有人住伫咧附近的商場、航路店門口，攏是臨時的床租甲簡單的行李，為毯仔踩喺咧邊啊，大家用手機啊看上新的消息。但是火若炭開，無法度擱再登記厝內。港府宣布將會動用緊急基金協助受災家庭支付臨時住宿加生活費用，而且全面檢查全香港即馬正佇咧進行嘅維修大樓工程，檢討竹棚、英架啊加防火網嘅防火安全。面對80年來上嚴重嘅火災，真濟人講面對困境，大家互相鬥相共，一方有難北方支援，是這座城市上珍貴嘅力量。好感動啊！你哋係有人哋俾你，佢幾感動啊！你哋冇得做噶嘛？我今日誰要我出去買咗一套啦，買咗套啦，我睇到你啲要問我冇得運噶嘛，我叫黃歡迎噶嘛地道。香港人其實係咪好強同埋好有愛咯？一發生呢件事，好多區嘅網上面可以見到好多區嘅人都不斷聲援話有物資可以送過嚟，有物資咁可以送過嚟。消防單位所落來愛處理的是困難的搜救加調查工作，對失去家園的居民來講，安怎重建生活將會是一場正長正辛苦的考驗。公司新聞陳慧琳編輯。